小朋友嘅成長都需要被愛包圍。灣景幼稚園以 Love 愛為核心，堅持用愛教育、用愛陪伴，讓孩子喺溫暖嘅環境裏自然成長，綻放光芒。愛係 L Skill 嘅起點，我哋透過關懷文化、良好嘅師生互動，讓小朋友學會照顧自己、尊重他人，係充滿溫度嘅氛圍裏建立正向品格。呢種溫暖喺灣景，你同小朋友都可以親身感受。L Skill 到底係咩？L Skill 代表灣景獨有嘅6大能力體系，以 Love 愛為核心，其餘5大能力分別係 S 係 Science 玩轉科學， K 係 Knowledge 知行並進， I 係 Inquiry 探究精神， L 係 Language 愛教啟趣。另一個 L 係 Learning Fun 寓教於樂，每個能力都係為小朋友嘅全面成長量身打造。每個小朋友心裏都有一個小小探索家，透過科學實驗、STEAM 課程、AI 互動同機械人教學，將好奇心變成學習動力。真正嘅學習係知與行嘅融合。我哋透過真實情景，讓小朋友試過、做過、體驗過，將知識運用於日常生活，學會解決實際問題。探究唔止係問問題，仲要思考、嘗試、觀察、推理同分享。我哋鼓勵小朋友用自己嘅方式探索世界，係一次次嘗試中培養自主學習同解決問題嘅能力，展示屬於佢哋嘅探究力。語言係溝通嘅橋梁，更代表自信同勇氣。透過同外籍老師嘅互動教學、英文活動，令小朋友可以大膽開口表達自己嘅想法。我哋相信快樂嘅學習係最有效。透過遊戲、音樂、藝術同體能活動，讓小朋友喺冇壓力嘅環境下提升社交、情緒同協作能力。愛為根，技巧為翼。